你好，我係梁老師，今日繼續同你睇馬太福音嘅研經。今日思想嘅題目叫做如何承受永生。永生係一個門徒恒久長遠嘅福樂，係信仰嘅核心，非常重要。如何承受永生係講一個官，一個少年人尋求永生嘅故事。經文記載喺馬太19章、馬可第10章、路加第18章。我哋主要係睇馬太福音。馬太福音第19章16節，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：夫子，括弧裏邊好重要嘅就係有古卷作良善的夫子，我該作什麼善事才能得永生呢？好明顯呢個人嚟到尋求永生，佢知道自己嘅方法仲未做得夠好，未能夠足夠嘅善事，未能夠得着永生。佢係帶住靈裏邊嘅飢餓嚟到尋求主耶穌嘅教導嘅。耶穌就對他說：你為什麼以善事問我呢？只有一位係善嘅。括弧裏邊有古卷作：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以外，沒有一個良善的。換言之，你知唔知道你問緊嗰個係咩人呢？主耶穌係明示自己係良善嘅，係神嚟嘅。呢個咧係一個重要嘅啟示，重要嘅對呢個少年嘅官嘅信任啦。你若要進入永生，就當遵守誡命。呢個係舊約律法對門徒嘅要求嚟嘅。呢個少年嘅官就問啦：什麼誡命呢？耶穌說：就是不可殺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盜，不可作假見證。呢個係好明顯係十誡裏邊有關於神嘅角度，裏邊如何對人不可殺人啦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盜，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。呢個係對人嘅誡命，又當孝敬父母，又當愛人如己。呢個少年人呢，真係了不起嚇！呢個少年人說：這一切我都遵守啦，仲缺少什麼呢？佢話我做晒啦喎，但我未滿足喎。所以眼前我哋見到一個守律法嘅人，一個守律法嘅少年嘅官。第19章21節進入成段經文嘅重心點。耶穌說：你若願意作完全人，呢個完全人係在神嘅角度，在人嘅角度都係完全啦，好重要。可以去變賣你所有嘅分俾窮人，就必有財寶在天上。你還要來跟從我。好明顯，主耶穌提出一個新嘅教導方向，係呢個少年嘅官要作完全人要經歷嘅，就係變賣所有，仲要跟從耶穌。第19章22節係出乎眾人意料之外，又可以話係呢個少年人最大嘅挑戰。那少年人聽見這話，就係主耶穌叫佢變賣所有跟從佢，就憂憂愁愁的走了，因為他的產業很多。對佢嚟講，佢係一個富有嘅人，有好多產業，變賣所有，馬上變為一個貧窮嘅人。我哋喺信仰裏邊叫呢種叫做神貧，神聖嘅貧窮，對佢嚟講係好大挑戰，佢做唔到啦。第19章29節，主耶穌話：凡為主耶穌嘅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、姊妹、父親、母親，有古卷
仲加辣喎，有古卷加添妻子呢個字添，兒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，並且承受永生。呢個主耶穌係對門徒講嘅話，跟住承受永生，仲有一個嘅警告或者提醒啦。馬太第19章30節，然而有許多在前的，在天國裏邊已經係前位嘅，得着了嘅，要褪去後邊，在後的將要在前。原來承受永生進入咗天國，仲有前後嘅分別嘅噃。得着了嘅人仲要警醒自己，在前嘅可能會在後嘅。所以承受永生嘅門徒對呢個少年嘅官有好多學習啦。我哋試下從3個角度睇呢段經文。守法嘅人守律法，換言之，佢係嚴格對待自己。我哋相信呢個少年嘅官講嘅都係誠實話，佢真係自小就遵守律法啦。但係佢未得滿足，所以主耶穌提醒佢，你要作完全人。除咗係誡命上邊嘅5個誡命關乎人嘅，佢做到啦。但係喺神嘅面前，佢要跟從神，做神嘅門徒，進入天國，係承受永生門徒嘅一個重要嘅條件，重要嘅門。呢個窄門我哋要經過嘅。我哋睇下經文嘅背景，聖經稱呢個人叫做一個人，馬太、馬可、路加都稱佢叫做一個人。換言之，喺群眾裏邊其中一個人啦。不過加咗好多形容詞俾佢噃，佢係一個少年人。猶太人有一個嘅看年紀嘅好有趣嘅事實，就係40歲以上嘅咧就可以教訓人，咁叫做老年人。教訓人嘅時候就坐低，受教者就企喺佢哋面前受教。40歲以下咧就稱為少年噶啦。呢個少年人就係企喺度受教嘅人啦。咁呢個人咧好明顯係40歲以下嘅。換言之，佢仲係年輕，喺猶太人裏邊睇佢係一個受教嘅人，所以佢喺呢個咁嘅歲數已經尋求永生，係非常了不起嘅。所以主耶穌就要求佢作完全人。完全人除咗在人嘅角度無可挑剔守律法之外，完全人仲遵行律法，朝向上帝，進入天國。聖經又稱佢叫做官，路加福音第18章18節裏面稱佢做官。咁佢有2個可能，一個咧就係做羅馬人嘅官，但係羅馬人係侵略者，係信太陽神教嘅，非常不可能佢係羅馬嘅官。所以另外一個可能就係佢猶太宗教嘅官，在公會裏邊有職位嘅。呢個人渴求永生，佢知道自己冇，佢就好渴求，爭啲就做到啦。所以佢喺門徒面前，其實我相信佢係一個達官貴人。佢行出去街一定有僕人，甚至成隊僕人跟住佢。佢見到耶穌，佢驚住追唔切，佢跑來。馬可第10章形容佢跑來之後，仲突然間跪低，可以話係一個好震撼嘅場面。唔單止對門徒震撼，對佢後邊嗰班僕人咧，都係非常震撼。我哋嘅主人做咩突然間咁謙卑咧？咁樣呢個守律法嘅40歲以下嘅人，猶太公會嘅官，猶太公會嘅重要嘅領袖，仲係一個財主，迫切嘅尋求永生。佢代表咗猶太人，佢奔跑追隨耶穌。可能佢冇大聲叫嘅，但係佢係加快力度跑嚟
跪響耶穌嘅面前，求讓耶穌係一個良善嘅夫子。佢知道主耶穌唔單止係一個拉比，仲係良善。主耶穌提醒佢：你稱我做良善，你知唔知道我就係神？主耶穌呢次可以話咧係啟示自己，完完全全毫不隱藏，提醒佢：你去到神面前尋求永生啦。呢個少年人係守律法嘅，所以當主耶穌講咗10誡嘅對人嘅5誡嘅時候，佢話我一切至少都遵守啦，仲缺少啲乜嘢呢？佢好似期望主耶穌再講一啲事，佢再刻苦一啲，努力一啲，守律法就可以得着永生啦。近望啦，臨門一腳啦，希望得着永生嘅願望終於可以成就啦，帶住幾大嘅盼望呢？喺馬太福音裏邊，佢話你願意作完全人，完全呢一個字 telos， 我哋好熟悉嘅，原來就係我哋講嘅電視 television， 我哋遠處嘅聲音 telephone， 遠處嘅文字 telegram， 無論係電視，無論係聲音，無論係文字，都係未來可以成就嘅。telos 係將來會成為完全嘅意思，所以係帶住期許盼望。咁你去變賣所有啦，分俾窮人啦，咁你就一無所有啦。不過你有財寶積在天上，你仲要跟從我。馬可嘅記載呢度時候有幾個好特別嘅字。馬可第10章21節，耶穌看着他，看着呢個少年嘅官就愛他。喺福音書裏邊好少用到呢個咁重要嘅字，就係看着他就愛他。所以主耶穌係信任佢係守咗律法，願意作完全人。耶穌愛護呢個人，就指一條路俾佢行，進入天國嘅路。就係剛才我哋讀馬太嘅時候，變賣所有，分俾窮人，有財寶積在天上，跟從主。愛係主耶穌對呢個少年嘅官嘅反應，係門徒所羨慕嘅。喺經訓嘅馬可第10章21節，耶穌看着他，願意作完全人嘅呢一個少年嘅官，耶穌就愛佢。呢個絕對唔係留難佢嘅。我以前唔信任呢個官做得咁好，我就諗都唔知係咪講大話嘅啫。其實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啦。主耶穌信佢，看着他就愛他，絕對唔係留難佢嘅。但係呢個少年嘅官，呢個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的走了，因為佢嘅產業好多。佢進入天國係因為佢守律法，佢守律法係因為有人代佢做嗰啲唔守律法嘅事啫。咁樣換言之，佢係守咗律法啦，但係個代價咧就係有產業先至可以守律法啦。譬如佢唔偷唔搶唔貪戀人哋嘅財物，因為佢大把啦嘛。所以少年人呢個官憂愁嘅走啦，佢知道佢所憑藉嘅要放棄，要一無所有跟從耶穌。呢個對門徒嚟講好似好容易咁喎。彼得點講啊？彼得睇見呢件事就對耶穌話：看啊，看啊！呢個字英文叫做 behold， 意思就係話你束上腰帶。嗱，呢個作為門徒對夫子講咧係有啲冇禮貌，但係咧佢係覺得好興奮啊！叫耶穌你睇下我哋呢一班門徒已經撇下所有嘅跟從你，將來我哋要得啲乜嘢？換言之，你要求呢個少年嘅官嘅事，我哋做到啦，我哋撇下所有啦。主耶穌話：看啊，
凡為我嘅名撇下房屋，或者弟兄姊妹、父親母親，有古卷加上妻子添，兒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並且承受永生。撇下所有係一個做門徒要學嘅功課。人要輕裝上路，先至跑得高、跑得遠、跑得去到終點。但係主耶穌喺第19章第30節卻有一個警告，一個提醒。然而進入天國嘅好多人，許多在前嘅會響在後。原來入咗天國唔係一勞永逸㗎噃，在後嘅只要能夠全心跟從主，在後嘅終會在前。呢個在前在後就成為馬太福音結尾第19章嘅時候好重要嘅信息，就係承受永生嘅門徒要留意在前同在後嘅呢個重要嘅警告。我哋睇完呢段經文啦，我哋有以下嘅結論：少年嘅官，佢願意作嘅一個完全人，佢願意尋求永生，在人方面，在神方面，佢回復翻創造嘅時候嘅真我。真我係一個 authenticity， 係內外如一，在神在人都係一個完全人，好難得㗎。永生就係有永恆福樂，有永恆價值意義嘅人生。彼得覺得自己已經撇下所有啦，呢個其實只係蒙召成為人嘅起點啫。有一個嘅警告，門徒在前在後。需要提醒嘅就係馬太第19章30節。然而有許多的在前要在後，在後嘅要在前。原來我哋仲有一個考驗，就係效法基督。呢個除咗係警告之外，亦都係驚醒夢中人啊！驚醒門徒蒙召效法基督，係一個在前在後嘅一個提醒。有一本書推薦咗俾大家睇嘅，就係大衛貝納寫嘅 David Benner 寫嘅《天父給我的禮物》，英文嘅版就係叫做 The Gift of Being Yourself。響 The Gift of Being Yourself 嘅呢本書嘅下邊有啲細字嘅，可能要用心睇到，就係 The Sacred Call to Self-Discovery。一個神聖嘅呼召，我哋作為一個人，作為在神在人面前，呢個係天父俾嘅禮物，係白白賜給我哋嘅。但係我哋學習兩個功課，第一層係呼召我哋成為人，信仰基督，為基督撇下所有，係指示我哋一個圓足我哋人性嘅路徑。跟隨基督當會使我哋更有人性，而唔係缺乏人性。換言之，我哋成為一個完全人，愛神愛人，愛自己嘅鄰舍，捨棄財物，為着他人嘅滿足，成為自己嘅滿足。呢個成為一個人，俯仰無愧為人，係我哋基督徒嘅一個入門嘅考驗。第二層嘅呼召就係成為一個基督徒啦，做一個好人，做一個完全人。仲有第二層呼召就係領受呼召。大衛貝納話，呼召就係一個由孤獨到愛嘅旅程。呢個愛透過所歸屬同在歸屬中滋長，屬於天國嘅子民，屬於耶穌基督嘅門徒。呢個愛令我哋從自我中心嘅強制衝動同埋心靈創傷中得到釋放，並且在饒恕，呢個指饒恕得罪我哋嘅人，在饒恕中和愛我哋嘅仇敵中得到滿足，圓足人性，效法基督，
就係第一層、第二層嘅呼召，呢兩者係無需要分開嘅。做完第一層，做第二層。換言之，今日教會有好多人都話自己成為基督徒，但係需要考驗嘅，我哋於人於己有冇虧欠呢？如果做唔到嘅時候，我哋已經話成為基督徒，可能值得提醒我哋係咪危害教會呢？吓？今日我哋思想呢段經文結束啦，在前必要在後，在後必要在前，就係當我哋領受呼召而唔肯跟上嘅時候，少年嘅官憂憂愁愁嘅走啦，我哋呢，值得我哋思想嘅